Hello，各位爸爸媽媽，我係 Miss Carol，一個幼稚園嘅英文老師。今次我想問你哋係咪希望小朋友睇咗每一部 YouTube 嘅影片，或者係兒歌會記住裏面嘅內容？如果小朋友只係眼定定咁樣睇，好容易會變成被動嘅娛樂嚟嘅咋，睇咗就唔記得噶啦，點會變成佢哋嘅養分呢？如果有你嘅陪伴就唔同啦。我哋陪小朋友睇 YouTube 嘅時候，我哋有問佢問題，我哋有同佢一齊玩遊戲，我哋有同佢一齊唱歌，將影片裏邊嘅世界同真實嘅世界連結起來，咁樣係同好被動咁樣學習完全唔一樣㗎，而且咁樣係主動嘅學習嚟㗎。小朋友會將佢同你嘅討論、同你嘅互動，牢牢記住喺個腦袋裏面。你咁樣做係為小朋友裝上一個主動學習嘅開關，將佢再大多少少，自己睇 YouTube 嘅時候，佢亦都會喺自己內心自己發問，自己同自己互動。不過呢一個習慣係要你同佢有個開始先嘅。陪小朋友最有效嘅方法，一直都喺我哋身邊，有三個。第一，我哋透過故事帶小朋友走入故事嘅世界。第二，我哋同小朋友玩，我哋可以同佢玩包剪揼啦，英文就 Rock Scissors Paper。喺 Super Simple Song 嗰度有呢首歌嘅喎，大家去揾下，用英文嚟玩，咁佢又將呢一個遊戲融入生活中。第三係將睇 YouTube 嘅時間變成親子互動嘅時間，其實唔需要多㗎，同佢睇一兩套得㗎啦，一日半個鐘來嘅熒幕時間一定唔會超過，所以各位家長快啲行動啦，為你嘅小朋友建立英文語境，贏在起跑線啊！如果你有咩問題，可以喺下面留言俾我，我會回答你，或者做過一條新嘅影片同你解釋。如果鍾意我呢條影片，share 出去俾多啲人知道喎。我哋下條影片見，拜拜。